追平，布夏基亞接應長傳，心口一控射成1-1。但完半場前，曼谷聯嘅艾夏夫擺脱守衛夾擊射入，為球隊再一次領先。主隊要入2球先至能夠逼入加時。卡沙馬喺71分鐘射入，不過未能夠再進一步。但賓尼流浪逼和2-2，曼谷聯仍然以總比數4-3晉級4強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志謙報道。天氣方面，預測係天晴乾燥，吹清勁嘅東風，離岸及高地吹強風。展望週末至下個禮拜初大致天晴，日間乾燥，但係聽日朝頭早仍然清涼。下個禮拜中期氣溫回升，日間溫暖。現時氣溫22度，相對濕度52%。紫外線指數係7，強度屬於高。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。北京玉淵潭公園臘梅進入盛花期，10幾個品種、300幾棵陸續綻放。成個花期可以持續近2個月㗎，一齊欣賞下。